呢一類殘爛散或者低價成交嘅個案啦，會唔會覺得好吸睛呢？呢啲都因為係經濟狀況轉變，冇能力供樓而被銀行沒收，淪為銀主盤之後，委託拍賣行拍賣或者代理招標嘅單位。銀主盤3個字近1-2年都成為市場焦點，而往往亦都同筍盤平價係畫上等號。如果真係有意買入銀主盤，又有啲咩需要注意呢？據代理行一項統計顯示，本港銀主盤喺今年6月為止，一共有300個，按季增加咗34個，連升5個季度，創出11個季度新高。當中私人住宅嘅銀主盤有226個，而公營房屋就有74個。市場人士估計，隨住市道回暖，銀行會加快推出銀主盤，所以令到存量會進一步上升，去到超過330個以上。轉個市之後，大量高追物業嘅價格回落，加上經濟不景，令到唔少業主出現譬如失業、生意失敗等等嘅問題。喺冇辦法償還銀行按揭貸款之下，喺拖欠供款3至6個月之後，銀行或者財務公司會開始追訴，並要求業主喺指定期限內清還所有欠款。如果業主持續係冇辦法還款，銀行就會入稟法院申請收樓，再委託測量師估價，然後透過地產代理或者拍賣行去放售。呢類物業會稱為銀主盤。好多人都有錯覺，銀主盤嘅價錢一定特別平，不過因為銀行角度可能淨係但求賣樓，就算賣樓所得唔能夠償還到貸款都好啦，佢哋都可以要求業主去找清餘額。不過實情拍賣行將一個物業攞出嚟拍賣嘅時候，都會以估價作為基準。如果賣價過低嘅話，佢哋最終都可能需要向法院交代。所以好多時拍賣官博取接受嘅價錢都會貼近市價或者高於估價賣出。而我哋有住銀主盤比較平嘅概念，純粹係傳媒將物業嘅拍賣開價報導出嚟咁解。如果真係有意打算參與競投銀主盤嘅話，買之前就記住要確認物業有冇其他潛在嘅費用，譬如管理費啊、水電煤費用係未找咁樣。雖然有筆合約都會列明由銀主負責清繳成交之前嘅所有欠款，但有部分情況之下買家可能要承擔㗎，所以都必須問清楚。其次係委託律師行進行查冊，認清物業所有嘅債權人嘅身份，因為部分物業並唔係由銀行去沒收㗎，而係由2、3案嘅財仔或者法團所沒收。呢類俗稱財仔盤嘅物業，有機會因為樓契嘅正本喺一案銀行手上，如果財務公司借出嘅貸款係屬於無抵押貸款，就可能都會變成冇樓契，而需要依賴法庭頒令作業權轉讓，變相可能屬於契約不完整嘅無契樓或者欠契樓。呢類情況就會比較難申請到按揭。當成功投得銀主盤之後，一般就會要求馬上係繳付樓價1成作為訂金，同埋簽署正式買賣合約。呢一點同我哋買二手樓先支付半成訂金，同埋簽署臨時買賣合約係唔同。正式買賣合約係屬於必買必賣。如果最終你選擇取消交易，可以被追收重售後差價。至於申請按揭上高，銀主盤嘅審批同二手樓其實冇太大分別。正常情況之下都可以批到最長30年期嘅貸款，唯獨成交期可能會比較短。普遍銀主盤嘅成交期係45日，比買賣二手樓有個半月嘅成交期，等於足足少咗一半。如果有按揭需求嘅買家，都記住要提前向銀行查詢，尤其是對於有按保高成數按揭申請嘅人，因為流程上高，會先喺銀行申請之後，再遞交去按揭證券公司作審批。今日想同大家分享就係咁多啦。如果大家都中意睇呢類樓市短評、一二手揀到攻略同埋樓市深度調查報導，就記住訂閱我哋胡說樓市 YouTube 頻道，撳埋隔離個鐘仔，同埋最重要係 CLS， 下次出片大家就唔會錯過啦。今日先傾到呢度啦，下嚟片再見，拜拜。